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樂明。大家都知夏天就係游水同埋戶外運動嘅季節，所以無論你係去沙灘游水定係潛水呢，呢個時候買隻潛水錶就最啱用啦。今日就想同大家介紹一隻又有型又實用嘅潛水錶，就係 Starhard 呢隻雙色 Ocean 39。呢隻錶係用緊39mm 嘅不鏽鋼錶殼，厚度呢只有13mm，戴上手啱啱好，又唔會太大隻。最吸引人嘅呢就係佢嘅 Two Tone 設計，銀色襯金色，再配埋黑色嘅錶面同埋陶瓷嘅單向旋轉錶圈，無論返工定係出街呢都夠晒搶眼。而機芯方面就係採用緊瑞士嘅 SW200 機芯，擺明瑞士製造，走時準確又可靠。錶帶側邊呢都打磨得好細緻，都係實心鋼，配埋呢個雙重嘅保險錶扣。Starhard 呢隻雙色潛水款，我哋而家都做緊個超筍價，4000幾蚊就買到啦，仲有2年嘅國際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呢可以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